尊敬嘅各位來賓、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晚上好 ！Hello， 節日快樂！今夜星光帷幕，山水為台，我哋相聚喺功夫巨星李小龍嘅故鄉均安，喺呢片充滿力量同埋傳奇嘅土地上，共同迎嚟一場別開生面嘅文化盛宴——龍騰順德舞龍灣區特色舞龍秀。李小龍曾經講過：如水般適應，如龍般騰躍。今夜我哋唔單止喺佢精神傳承嘅樂園中相聚，更以舞龍呢一個千年非遺技藝演繹如龍般嘅靈動同埋昂揚，展現佛山人敢為天下先嘅拼搏精神，呼應灣區時代浪潮嘅奔湧向前。五一佳節歡騰之夜，今晚嚟自佛山以及各地區嘅8支精英隊伍將喺度同台競技，一展雄姿。佢哋將以龍為筆，以力為墨，喺夜幕中揮灑出一幅幅動人嘅畫卷，詮釋中華龍韻嘅當代氣韻。咁喺度亦都係特別感謝均安李小龍樂園為我哋提供呢一片充滿俠氣同埋情懷嘅天地，讓傳統文化同埋功夫精神喺呢度交融，共繪一場龍舞雙影嘅視聽盛宴。咁接下落嚟，亦都想借助我哋現場各位來賓咁多位市民朋友，用你哋嘅熱情同埋掌聲拉開今晚呢個帷幕，我哋共同有請今晚第一支表演嘅隊伍——石淺武術龍獅團帶嚟騰龍獻瑞，掌聲有請！他回去把摩托车。村民嘅大力支持，喺舞龍、傳統技師、高裝師、洪拳、詠春武術等各方面發展壯大。2022年入選順德區第9批非物質文明遺產項目名錄，為弘揚傳統文化而不斷努力。龍騰獻瑞表現出力與美嘅競技，令人振奮。而深植於血脈當中嘅祈福同埋祝願，則更為溫暖人心。長龍令到而出，帶住五穀豐登嘅期盼，帶住萬事順遂嘅祝福，為呢個璀璨奪目嘅夜晚，為我哋美麗嘅家園獻上最真摯嘅祥和之光。
為了這個體力一般的生病。好嘅，衷心感謝，實此武術吟詩團帶嚟咁精彩嘅行龍獻瑞。好嘅，再次感謝你哋拉開精彩嘅帷幕。